根据着这劳保的报告指出，这劳保伫咧2028年时阵可能会破产，政府是对外讲会继续拨保。不过，劳工团体就伫咧质疑讲，政府拨保的经费有灌水嫌疑，因为今年编750亿当中呢，有300亿是疫后特别预算，不过分3年去拨保。劳动部表示讲，今年劳保基金累计有涨，比去年加1000多亿。袂因为分年拨保就去影响到财务的运用。劳保年金财务恶化，根据劳保局的统计，劳工保险的未提存精算负债是1条4855亿，等于未来每一个人劳保债务差不多要赔50万。政府是讲会继续拨保，但是外界却咧质疑讲这拨保的经费有灌水。每年的拨补，第一个它的财源不稳定，第二个它的金额不确定高。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应该要修改劳保的一个条例，也就是把政府负最终支付的责任跟政府拨补的金额很明确的一个入法。根据了解，行政院长陈建仁捌伫咧立法院备询的时阵指出，今年编列公务预算450亿，加上疫后特别预算300亿，计共提拨劳保基金750亿。不过疫后特别预算的300亿，说是分3年，逐年拨补100亿，所以今年实际上是拨补550亿，一困就减200亿去。专家惊讲，安尼可能会害劳保基金真恶维持现金周转，安尼恐惊影响到财务的运用。劳动部就回应讲，疫后特别预算300亿执行年度本地都是分做3年，无算是灌水。现金的流量啊，或者是财务的什么应用弹性不会影响，因为今年的基金的余额比去年底我们已经多出了1000多亿。劳动部表示，劳保基金比去年是较有存，未因为分3年拨补就去影响到财务运用。不过专家是认为拨补敢若是必要的手段，要是要透过修法等等的措施，才会当彻底解决劳保财务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